今日嚟咗食早餐啊，可能因為係新年，所以佢有個特別 menu，所以咁正啊個早餐。1980年就起呢個社，2080年咧就會公開。入面可能有寶藏㗎，你哋2080年返嚟好唔好啊？好，拜拜。第一次試自助入油。我哋而家嚟咗口木酒店。呢度就係貨床嘅，呢度啊，呢度係貨床嘅，跟住有啲相架嘅嗰度，跟住呢度就係垃圾桶嚟㗎啦。我唔想第二套。跟住呢度就有梳化嘅，呢度又有一個相架嘅，跟住呢度就係貨打電話嘅。呢度係洗手間，不過我哋唔入去啦，家姐去緊係咪啊？係啊，完溫泉啦，好舒服咁樣行。慢慢行啦。